好了，以后就朋友一些困过後啊，轉到了節目當中咯。頭先來講到了個剃頭，算起來啊，洗澡了後了個殼愛白皮咯，薄皮咯吼。啊，再過來咧就愛講到應用順序，用了個就講有技巧嘅吼，應用順來禿剃頭哦。那剃頭咧，那講應用順即有白皮有乜嘅，一定做下都是唔得用咧嘛吼。也是係了個禿剃頭來講是有就講。有走冇走，有快皮冇快皮，你係咩咪強款有經驗？你8號嘅剃頭咪愛禿過？全部都禿過。我用係禿冇？剃之後太細粒我款，我全部分開來，分級我。係，我都做分級太細粒，然後分開來。分開來了，然後個細粒普通吼，太粒嘅較飽滿嘅太粒嘅吼冇問題。係。我有問題嘅普通全部都較細粒嘅，全部我個。一粒個禿過，係，故說它磨漿的啦，它筆鐵的啦，溜的飯，有一點發芽的啦，那個都很少，或者是說有一些脫皮，你會看得出脫皮之後，它可能有受到一些細菌或者沙子在上面，它就有一點污染有感染，那種花生通通都要一顆一個挑掉。所以呢，這個從你開始曬花生到剝花生，還有挑花生，哇，全部都手工，好，都人工去做的哈，還要憑你的這個經驗，慢慢的去挑選，對，真是冇簡單的哈。那我們挑選完這個花生之後，接着應該就是要炒花生，對不對？我知道炒花生是由你開始學嘅，而家學嘅過程哦，很用嘅哦，因為平時都冇做過也都識啊，係愛學幾久學了啊？哇，後超過半年呢。半年的時間哦，做得老太家分享下過程哦。而且半年還不是說很上手，我覺得真正要到很上手也是接近1年的時間，因為那個時候剛回來跟婆婆學炒花生的時候，我們就全心全意從台北搬回來，所以就覺得說要完全投入這個學炒花生。那剛回來的時候就很興奮嘛，看婆婆在炒，就說媽我要來學炒了。我婆婆說還沒，她說你要學炒花生，要先認識這個花生，先認識。然後那時候我婆婆印象很深刻，她就告訴我說，你要學炒花生，你不只要認識它，你還要愛上它之後，你才來學炒花生。那時候我心裡就想說，什麼叫做愛上它？就是我也。就是那時候還沒有辦法去體會他到底要講的意思是什麼。那時候婆婆就說：“你每次他在炒花生的時候，他就叫我站在旁邊看。”我說：“媽，給我炒炒看。”他說：“你站在我後面看。”那可是，在他炒花生之前，前面的工作，比方說我們要挑花生、剝花生跟挑花生的時候，媽媽就說：“你先來做這個工作，剝花生跟挑花生。那從這個剝花生的工作，你就是可以先好好認識花生長什麼樣子。你剝開每一個花生仁，大大小小，壞掉的跟好的花生長什麼樣子，你一顆一顆去認識它。認識了之後才能夠了解。認識之後你會熟悉。對。那熟悉之後，你才會對這個東西好像有一點點，就是開始有一點感情。因為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，婆婆都會跟我講很多的故事。還有故事啊？對。所以就是那個工作的狀態是跟婆婆一起挑花生的時候，會聽她講以前她怎麼跟伯公學種花生。那他小時候在農園裡面種花生的經驗，那我就開始對這個農村的一個了解，就是從花生園開始。對，那後來直到，所以在這當中你也學到了很多他們的就是那麼多年來的經驗。對，就是可是這個經驗都僅止於聽，自己還沒有去實做。對，先熟悉關於周媽媽炒花生的故事。對。那後來在這個過程裡面，這3個月，我就每天就是就剝花生、挑花生，對花生的熟悉度開始都掌握了之後，3個月後的某一天，媽媽就跟我說：“來，換你炒炒看。”哇，這個時候一定是很覺得應該就終於可以炒了。對，終於可以炒，然後很興奮啊。然後可是之前每次看媽媽在炒的時候，我站在她後面看她炒的時候啊，這個鍋子很大。鏟子很大隻，都不是炒菜的鍋跟鏟，都是加倍的。那每次看他在翻炒的時候，那個鹽啊跟花生在鍋子裡面，他的動作很靈巧，感覺我沒有辦法感受說那個花生會這麼重，
就不知道看它翻的速度。对，那直到自己真的，然后直到自己真的坐在那个椅凳上的时候，去翻那个锅子的时候，才知道辛苦。才知道一个是热气，你才在炒盐的时候，盐都还没有炒热，已经满头汗了。然后再来呢，盐炒热了，花生倒下去的时候，那个重量是加倍的，完全翻不动。我第一次炒花生，差点把花生都炒焦了，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，花生其实要翻动均匀。那你只要稍微停5秒钟，那个花生没有被翻起来的时候，它可能一面就烧焦了。所以那时候看婆婆就是左右开弓啊，右手一直炒，炒到酸的时候，铲子丢到左手，换左手炒。那我自己坐在那张板凳上练功夫的时候，哇，丢到左手的时候完全翻不过来，还把花生全部翻出锅来。那妈妈就说你不要紧张，火关小，慢慢来。那我觉得妈妈很有耐心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告诉我怎么样，不管是从技术上、经验上，慢慢的在自己学的过程里面，开始传授我炒的功夫，这样。那包括说炒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起锅，冬天炒的时间跟夏天炒的火候完全都不一样。那这个经验就是等自己开始炒花生，到开始渐渐有一点上手，还有完全能够经验能够去判断的时候，真的有1年的时间。因为春夏秋冬每个气候的状况不一样，那外面空气的温湿度不一样，都会影响锅铲里面花生它该如何去掌握炒到熟透这样子。真的不容易哈，因讲到也该学炒剔透哦，我有1年的时间呢，这样做得较熟熟的哈。不过头先讲到嘅盐啊哈，你用爱捞盐先炒比熟来，炒比嘅温度较高，起码黏黏，这样做就不用剔透。这个花生它是用来导热的。其实我们炒花生，它我们分2个阶段在炒。那这2个阶段其实，妈妈在炒的时候，其实都真的都是手工，她自己在做的时候。那第一阶段其实我们的花生有煮过，对，然后给煮比熟过，对，煮到让这个花生的口感它其实是不会燥热的，而且它在这个阶段里面也可以让花生入味。那第2个阶段的大火翻炒其实是盐是导热，让这个花生熟透、香酥、好吃。古时候讲啊吼，也该要等下直接放下去炒甜甜啦吼，也盐呢就系要熟吼，因讲剔透要10個過後再落去炒咧，也炒按久吼，幾下按用硬炒啊吼，挨吃到啦吼，也頭路啊吼，應該冇按改咩吼，幾下做按用硬做下來哦，都唔會吃到辛苦係啊。其实蛮辛苦的，对，因为我自己，为什么那时候听婆婆说她不要炒，是因为其实，她第一个当然是年纪也有了，然后呢，每天就是手工炒花生的过程，其实肩颈会很酸痛，因为你不只要用力，然后还要一直持续去做这些动作。那所以我自己刚开始炒应该很不能适应，对。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也有一种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学会这样子，对。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说，既然下定决心要回来学这个东西，就要好好学。我好好去做啦吼，还记得啊吼，就是些时间讲生意的啊吼，迄讲做事情啦吼，迄讲也好事情都辛苦啊吼，迄讲唔甘愿做的时间啦吼，也迄讲做到食材都吃到都委屈的时间啊，就会纠直嘞吼，你会炒剔透到你讲流木症吗？对，在哭。炒到没有，不会，也没有打退堂鼓，没有。而且我觉得在炒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我觉得那个乐趣是很多，因为我觉得当初婆婆她其实又想放下，又舍不得放下。我觉得很多原因是在当这个炒好的剔透，不她给客人吃的时候，那个客人的回馈就是哇，妈妈炒的花生非常好吃，然后客人的分享就是说哇。吃过之后一直在回头要来买这个花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婆婆是在这个中间，她跟客人之间的互动，她觉得有那个感情的啦，对，有很多的感情，所以我后来自己在炒的过程，其实你只要看到
来的客人跟朋友吃到那种满足跟开心，你觉得那个辛苦是值得，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好吃的花生延续下来，那我觉得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再去分享出去。哇，真是呢，一只臭剃头哦，吼，做一个高场做按到嘞，也喊来做有轮有臭剃头哦，顺容易嘞。那没有啊，你们有好哦，你好几叫嘞。那天气好嘅啊。哦，唔係填媽媽好嘅，係填太時嘅咯，好嘅。係啊，那填太時嘅好嘅啊。係。那咩要炒啦？咩要落去炒？當轉去嘅時間吼，台北還有當到西還蠻爽。頭下嘛，做去動到之前，然後交代比清楚啦，吼，啊，做一個結束過後，將做得轉去，故說你就慢慢的，吼，慢慢的，就有行將深圳發展，健康就出嚟。誒，講到嘢吼，剃頭炒好嚟啊，吼，一個上班客人都講，用到蘿蔔啊，吼，姜怕會有食營養嘅啊，像日嘅炒好嘅剃頭啊，你都係用嚟去保存一啲。保存炒好嘅係嘛？係啊。炒好都會直接都會包裝起來。包裝起來，然後封起來。空氣做唔得講吼，用咧按用冰電吼，食會受潮嗰種吼，都溫圓圓，都唔會按香按脆。對，像炒好的花生，我婆婆教我的時候，她都說花生要蓋被子啊，就是炒好的花生熱的時候，你要讓它自己先降溫。才會，就是說那個口感其實是不一樣的。那對，但那時候降溫之後，溫度你又不能讓它到很冷的時候才裝罐保存，因為等它很冷的時候，花生已經受潮了，你必須要在溫的時候就把它裝到罐子封起來。對，那個口感就完全不一樣。那這種其實都是非常多的小細節，包括說如果你沒有去注意花生冷卻的時間，太慢裝又太冷，太快裝又太熱，都不行。哦，按用型咯，吼，古時人看到也按好式的剃頭哦，就按用做出來咧，也哈現從下面有看到啦，吼，也個剃頭也哈呢，以前做到食看啊，也剃頭算兩樣嘅，吼，也應該都強用啦，吼。強用。放落去，天天都有香味。你食起來，你知道有冇佢剃頭，但冇俾剃頭長到哪？長到哪樣？它唔會一家線吼，較齊啦，就按用啦。當然啦，炒剃頭太以前吼，太三年每家全部都會一家會逼煮油啊，有冇？好，炒剃頭咩全部太啥全部都會事情嘛。那阿婆吼，以前你喺市場賣菜嘛，剃頭全部會。有個時間吼，一家會買，就炒好嘅剃頭拿去市場賣，記得吼，去個太廟個拜拜吼，會帶一家炒好嘅剃頭去拜拜，啊拜拜吼會比啊，會比，當像你做一個硬板啦，吼，迄度來拜，你係款你做嘅樣板，啊無因講嘛，吼，炒剃頭咪會比。大家交流下，會交流。啊，試款樣板慢人炒的較香，無香樣板。啊，每啥炒出來的東西一定無香樣嘛。該唔係炒的問題聽呢，該當到問題呢，你樣板中那位，你啊上人中的種無香的剃，咩無香樣的。哇，真是呢，該愛調整的東西當到，唔係講炒的時節愛控制緯度好聽，中啊控制度好。啊，有的時節像秋年個印落水吼，人田那種印落水吼，喺市場當唔好。係。啊個剃頭的口味咩無香樣，像今你下有時都會叫算是無當利當好的時節啦樣。真是咧，我一下食到嘅剃頭個無當好，落在嘅香氣啊就出來咧，食煙抽哦，就是哇！幾隻嘅，係，自己面試真是當好呢。喺講話一個人剃頭，愛顧到好色，韓國愛顧到空天，真是當難得。唔過自己一個背後還有當到嘅一個藝術，韓國農村嘅家庭呢，生來很樣嘅家庭，再個繼續來留大家來講到咯。